2嚿水人民幣喺國內，你老婆啊、你阿媽都唔會咁同你使啦。胡志明極品一日遊點樣安排呢？嗱，南哥今日同你講啦。首先咧，早上咧，我哋一定咧去翻個五郡啦，整翻個地道嘅華人早餐。呢個華人早餐咧有頂級嘅胡志明嘅海鮮麵啦，同樣啊感受翻我哋以前廣東人啦出海咧做嘅越南特色廣東點心，喺胡志明咧同樣咧食埋。去到中午時分啦，唔使講啦，我哋一定咧要去一去 Landmark 81，翻杯頂級嘅越南咖啡，順便望晒成個咧法國小巴黎，整體成個西貢嘅全景。哇，望住飛機喺跑道起飛降落，同埋極多小姐姐喺隔離打卡咧，絕對咧滿足晒咧我哋男士嘅所有需求啊！下午點樣玩呢？即時安排翻個越南洗頭啦，有我哋咧特色嘅辣妹洗頭，由頭洗到落腳，都係嗰2嚿水人民幣。喺國內，你老婆啊、你阿媽都唔會咁同你使啦。跟住下晝，梗係整翻個摩洛姐豆腐，帶你咧成個西貢所有嘅大細景點全部打趴一遍，順便學埋越南文、學埋英文，因為佢哋基本上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大學生咧出嚟咧做一做 part time， 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回歸翻呢一個翻學嘅心情啦。咁去到傍晚唔使講啦，我哋咧坐翻個開篷巴士啦，睇住咧成個西貢嘅日落啦，喺部巴士度咧巡遊翻成個越南胡志明市，等你睇到咧佢而家今時今日嘅 CBD 繁華，亦都睇到咧佢以前舊市嘅堤岸啦，我哋舊嘅環區所有嘅歷史同埋輝煌。咁去到晚餐啦，建議大家咧整翻餐咧地道嘅法國晚餐，睇翻咧呢個法國佬啦，以前喺呢個東方小巴黎咧點樣去享受呢個世界。咁去到晚上咧，胡志明市嘅頂級夜生活，可以揀翻2-3個鐘啦，感受一下越南嘅電音酒吧啦、越南嘅餐吧啦、KTV 啦、Top Room 嘅空中酒吧咧，揀到你唔揀啊！如果有任何嘅需要嘅話咧，隨時平居話俾南哥知，我哋咧都會俾翻份詳盡嘅攻略你。